今日繼續同大家講下謝霆鋒，不過今次唔係講八卦，而係想講一個問題：點解一個謝霆鋒可以紅咗幾十年，但係直到今日，仲有人對佢有咁大爭議？有人話佢係天之驕子，有人話佢係人生贏家，但亦有人不斷質疑佢到底係咪一個好仔，係咪一個好男人，係咪一個負責嘅父親？其實呢啲問題，我覺得好多時候大家都睇得太簡單，因為一個成年人嘅人生唔係得黑同白兩個顏色。尤其謝霆鋒呢個人，佢出身係一個明星家庭，細個就活喺聚光燈底下，老豆係謝賢，老母係狄波拉，一出世已經注定唔會過普通人嘅生活，但亦因為咁，佢一舉一動都會被放大。有人話謝霆鋒唔夠孝順，話佢唔經常陪喺爸爸身邊，但係我想問一句，你真係了解謝賢同謝霆鋒嘅相處模式嗎？定係你只係用自己對父子關係嘅想象套落人哋屋企？其實謝賢生前好多次訪問都表達過對謝霆鋒嘅欣賞，佢講過自己有孤獨嘅時候，但講到個仔，佢更多時候係驕傲，因為佢知道一個男人唔可能永遠困喺屋企，尤其謝霆鋒，如果一個人成日留喺父母身邊，唔出去闖蕩，可能就唔會有今日嘅成就。四哥自己都明白呢一點，佢曾經講過，年輕人有自己事業，有自己生活，父子之間唔一定要日日黐埋一齊先代表有感情，有時候真正親近嘅關係唔係靠佢嚟維持，而係大家心裏面知道我永遠支持你。其實你睇返謝賢晚年，你就會發現佢身邊從來唔缺人，好多圈中後輩，包括林家棟、周潤發、蔡卓妍等，都曾經關心過佢。一個人可以喺娛樂圈幾十年，到老仲有咁多人記掛，其實已經說明好多東西。所以有人話謝霆鋒令謝賢孤獨，我覺得呢句話其實太武斷，因為如果連當事人自己都冇咁講，旁人憑咩去定義？父子之間嘅感情，外人永遠只可以看到表面，你見到嘅可能只係佢哋冇經常同框，但你睇唔到嘅可能係幾十年建立出來嘅默契。當然啦，講到謝霆鋒，爭議最大嘅除咗父子關係，就一定係感情，尤其係王菲、張柏芝呢兩段關係，幾乎陪住謝霆鋒成名之後嘅大部分人生。亦因為咁，好多人都會問謝霆鋒到底愛邊一個？愛王菲，愛張柏芝？其實呢個問題可能從一開始就問錯，因為愛情唔係考試，唔係話第一名就一定贏，第二名就一定輸。人生好多時候，你愛過一個人，唔代表你後來遇到另一個人就代表之前全部係假。謝霆鋒同張柏芝曾經有過婚姻，有過孩子，有過一段真實存在過嘅人生。而謝霆鋒同王菲亦確實有一種特別嘅連接。點解？因為王菲對謝霆鋒嚟講，可能代表一種完全唔同嘅感覺，一種自由，一種唔需要解釋自己嘅空間。好多年前，謝霆鋒仲係少年嘅時候，已經欣賞王菲，甚至有人形容王菲就好似佢心裏面嘅白月光。而王菲呢個人亦確實有一種特別氣質，佢唔太迎合外界，唔太在意別人點睇，活得好真實。而呢一點可能正正吸引謝霆鋒，因為謝霆鋒由細到大一直活喺別人期待裏面，星二代、偶像、演員、歌手，每一個身份都有人幫佢貼標籤。但喺王菲身邊，佢可能只需要造反謝霆鋒，唔需要證明，唔需要解釋。所以你睇返佢哋復合之後，有人覺得點解唔結婚？點解唔公開更多？但其實感情呢樣嘢唔一定要用傳統方式證明。有啲人需要婚姻證明愛，有啲人覺得兩個人舒服自在已經足夠。而謝霆鋒同王菲似乎更加接近後者。不過講到呢度，又有另一個問題出現：如果王菲代表自由，咁張柏芝代表咩？為什麼當年謝霆鋒會選擇結婚？為什麼兩個人最後又走到分開？呢個問題先係真正複雜嘅地方。因為感情世界裏面最難處理嘅，從來唔係愛唔愛，而係責任、選擇、人生階段。下一部分我會繼續講謝霆鋒同張柏芝嘅婚姻點解會走到最後一步，以及點解外界對佢哋嘅評價一直咁極端。講到謝霆鋒同張柏芝呢段關係，其實就更加複雜，因為呢段婚姻唔係簡單一句愛定唔愛就可以解釋。當年嘅謝霆鋒同張柏芝其實都係娛樂圈裏面最受關注嘅一對。
一個係謝賢個仔，由細到大都會喺鎂光燈下面；一個係香港影壇最靚嘅女明星之一，年輕、靚、有才華，兩個人走埋一齊，自然成為全城焦點。但問題係，兩個性格都非常強烈嘅人，走入婚姻之後，面對嘅唔再只係愛情，而係生活。張柏芝呢個人，其實一直都係一個好矛盾嘅存在。一方面，佢擁有令人羨慕嘅天賦，年輕嗰陣真係可以講係香港影壇裏面少有嘅天才型演員，忘不了裏面嘅表現，令好多人記住咗佢。佢嘅外形條件、鏡頭感、感染力都係非常突出，好多圈中人都認可張柏芝係有天賦嘅。甚至有人覺得，如果佢當年繼續沉澱自己，香港影壇可能會多一個傳奇女演員。但另一方面，張柏芝嘅性格亦一直充滿爭議。有人欣賞佢率真，覺得佢敢愛敢恨，唔會隱藏自己；但亦有人覺得佢做事比較隨性，情緒比較直接，未必適合處理複雜嘅長期關係。當然，呢啲評價好多都係外界觀察，真正嘅婚姻只有當事人自己最清楚。而謝霆鋒呢，其實都唔係一個簡單角色。好多人覺得佢冷靜成熟，但其實年輕時期嘅謝霆鋒性格一樣非常倔強。佢玩音樂、玩電影、做動作戲，好多時候都係靠一股衝勁，甚至為了證明自己，做過好多危險動作。所以兩個都係有自己堅持嘅人，走埋一齊，自然會有火花。但同樣，亦可能會有衝突。婚姻最現實嘅地方就係，戀愛時期你欣賞對方嘅特別，但生活裏面你面對嘅係對方嘅習慣、脾氣、價值觀。當兩個人都忙於事業，又面對巨大公眾壓力，好多問題都會被放大。而謝霆鋒同張柏芝之後最大嘅變化，其實係成為父母，有咗兩個仔之後，兩個人之間嘅關係就唔再只屬於情侶，而係多咗一個身份，父母。所以後來即使兩個人分開，外界都可以見到佢哋之間並冇變成敵人，至少喺公開層面，雙方都曾經表達孩子永遠係最重要。其實好多網友批評謝霆鋒，話佢離開家庭，話佢唔負責任，但呢個問題真係唔係一句話可以講晒。因為婚姻結束通常唔會只有一個原因，亦唔會只有一個人有責任。兩個人點解走到分開，只有佢哋自己知道。而且有一個細節大家容易忽略，謝霆鋒同張柏芝分開之後，並冇完全消失喺兩個仔嘅人生。佢始終承認自己父親嘅身份，亦一直強調孩子係自己嘅責任。呢一點其實亦符合謝霆鋒一直以來嘅性格。佢可能唔係一個會公開表達好多情緒嘅人，但佢比較習慣用行動處理問題。講到呢度，就不得不提另一邊，王菲。因為好多年來，外界一直喜歡將王菲同張柏芝放埋一齊比較，好似一定要問到底邊個贏。但其實呢個問題本身就有問題，因為兩個女人代表嘅係兩種完全唔同嘅人生。張柏芝身上更多係家庭、孩子、母親身份，佢將大量人生重心放喺下一代；而王菲更加強調自我、自由、精神世界。兩個女人其實根本唔係同一條賽道。謝霆鋒夾喺中間，面對嘅亦唔止係愛情選擇，而係一個男人點樣平衡自己嘅感情同埋自己嘅責任。因為佢有父母、有孩子、有事業、有公眾身份，每一個選擇都會影響好多人。所以有人問謝霆鋒到底愛唔愛張柏芝？我覺得答案可能係愛過，而且曾經認真愛過，否則佢哋唔會結婚，唔會有兩個孩子。但人生有時候就係咁，愛過一個人唔代表一定可以陪佢走到最後。至於王菲，又係另一種感情。有人覺得佢哋係舊情復燃，有人覺得係兜兜轉轉之後終於回到最適合自己嘅人身邊。但無論外界點解釋，有一點無法否認，王菲對謝霆鋒嘅影響一直存在。不過如果你以為謝霆鋒人生最大難題只係兩段感情，咁就錯。因為真正擺喺佢面前嘅其實係三個字：責任感。下一部分我會繼續講點解謝霆鋒面對父親謝賢以及兩個仔嘅問題一直成為外界爭議焦點，亦會講一個男人點樣喺愛情同責任之間做出自己嘅選擇。講到謝霆鋒，其實好多爭議都集中喺一個問題，佢究竟係咪一個好仔？尤其係謝賢年紀大咗之後，網上經常有人話謝霆鋒唔夠陪爸爸，
謝賢一個人好孤獨，做仔唔應該咁樣。但係呢個問題真係唔可以單純用愛人角度去判斷，因為父子關係從來唔係靠每日見面次數去衡量。有啲父子日日見，但心裏面距離好遠；有啲父子一年見幾次，但互相之間一直有信任。謝賢同謝霆鋒其實更加接近後者。謝賢年輕嗰陣本身就係一個非常有自己性格嘅人，佢風流倜儻，事業成功，喺娛樂圈打拼幾十年。而謝霆鋒由細到大亦一直受到父親影響，但同時佢亦想證明自己唔只係謝賢個仔，所以年輕時候嘅謝霆鋒其實承受住好大壓力。一出道，所有人第一時間睇嘅唔係謝霆鋒有幾努力，而係謝賢個仔得唔得。呢種壓力普通人可能好難體會，但謝霆鋒後來用行動證明佢唔需要靠父親光環。音樂、電影、動作戲、廚藝、商業，每一個領域佢都慢慢建立自己嘅位置。尤其動作電影方面，好多業內人士都認可謝霆鋒係少數願意親身搏命拍動作戲嘅演員。其實一個人能夠有星二代三個字變成別人認可嘅謝霆鋒，已經說明好多東西。因為如果佢只靠家庭背景，根本唔需要咁辛苦。而謝賢呢，其實亦一直知道自己個仔嘅努力。好多時候，父親表達愛嘅方式未必係日日講我愛你，有啲男人嘅表達方式係我知道你得，我相信你。所以你睇返謝賢過去訪問，好多時候講起謝霆鋒，重點都係欣賞。佢會講自己個仔呢，有能力、有擔當，而唔係一味批評。當然，謝霆鋒人生裏面另一個最重要嘅身份就係父親。成為爸爸之後，謝霆鋒面對嘅問題更加複雜，因為以前佢只需要為自己人生負責，但有咗 Lucas 同 Quintus 之後，佢多咗一份永遠鎖唔走嘅責任。其實一個男人最難處理嘅唔係愛一個人，而係當自己人生出現不同角色，點樣做好每一個身份。你係兒子，你係父親，你係伴侶，你係公眾人物，每一個身份都有自己嘅要求。所以有人覺得謝霆鋒選擇王菲就代表放棄家庭，但亦有人認為感情選擇係個人自由，但父親責任永遠存在。其實兩個觀點都有一定道理，重點係愛情同責任唔一定係敵人。謝霆鋒後來多次提到孩子，都強調無論發生乜事，孩子永遠係自己責任。而佢同張柏芝之間雖然已經唔係夫妻，但仍然因為兩個仔保持父母之間嘅聯繫。呢一點其實亦反映出一個現實：婚姻結束唔代表家庭完全結束，夫妻關係可以停止，但父母身份一世都存在。而呢個亦係點解好多網友後來對謝霆鋒嘅評價開始出現變化。因為年輕時候嘅謝霆鋒，大家記住嘅可能係叛逆、玩搖滾、有型、反骨，但經過幾十年之後，大家見到嘅係另一個謝霆鋒，一個經歷過感情變化、經歷過人生起伏，但仍然繼續向前行嘅男人。不過講到謝霆鋒，始終避唔開王菲，因為王菲對佢嚟講唔止係一段感情，更只係人生裏面一個特殊存在。有人唔理解點解兩個人唔結婚，點解唔按照大眾期待生活，但其實成年人世界裏面最難得嘅唔係擁有一段人人看好嘅關係，而係找到一種雙方都舒服嘅相處方式。謝霆鋒同王菲，一個需要空間，一個亦需要自由。可能正因為大家都唔想控制對方，所以先可以維持咁多年。但亦正因為呢段感情特別，所以一直成為外界討論焦點。有人祝福，有人質疑，有人覺得浪漫，有人覺得不可理解。但感情始終係當事人嘅人生，外人可以評論，可以猜測，但真正承擔結果嘅始終只有佢哋自己。而謝霆鋒真正面對嘅挑戰，從來唔係選擇王菲定張柏芝，因為過去已經發生。真正重要嘅係今日嘅謝霆鋒點樣面對自己嘅身份，點樣面對爸爸，點樣面對兩個仔，點樣面對自己選擇嘅人生。下一部分我會繼續講點解謝霆鋒身上最特別嘅地方，唔係佢有幾多愛情故事，而係佢經歷咁多爭議之後，最終選擇用行動證明自己，以及點解有啲人睇佢係薄情，但亦有人睇佢係一個非常清醒嘅男人。講到最後，其實謝霆鋒呢個人
最值得講嘅，唔係佢有幾多緋聞，亦唔係佢身邊有邊個女人，而係佢經歷咗咁多年之後，慢慢變成一個點樣嘅人。年輕時候嘅謝霆鋒，好多人對佢印象係叛逆、冷酷、有性格，甚至有人覺得佢太自我。但時間其實會改變一個人，一個人經歷過愛情，經歷過家庭，經歷過事業高低，最後留下嚟嘅，先係真正嘅自己。以前嘅謝霆鋒可能更加在意別人點睇佢，想證明自己，想擺脫謝賢個仔呢個標籤，所以佢拼命做嘢，拍危險動作，挑戰自己，證明我唔係靠屋企。但去到今日，你會發現謝霆鋒身上多咗一種以前冇嘅東西，就係穩定。佢唔再需要不停解釋自己，唔需要回應每一個批評，亦唔需要向所有人證明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因為人生走到某個階段，你會明白，真正重要嘅唔係所有人都明白你，而係你自己知道自己做緊咩。所以面對外界對佢嘅批評，無論係感情定係家庭，謝霆鋒好多時候選擇沉默。有人覺得佢唔回應就係心虛，但亦有人覺得一個成年人唔需要對所有聲音交代。其實呢個世界好奇怪，一個普通人離婚，大家可能只會講幾句，但一個明星離婚就會變成全民討論。一個普通人選擇自己人生叫做自由，但明星選擇自己人生就會被要求解釋。所以謝霆鋒面對嘅從來唔只係自己嘅人生，仲有公眾賦予佢嘅期待。有人希望佢係一個完美兒子，永遠陪父母；有人希望佢係一個完美丈夫，永遠守住婚姻；有人希望佢係一個完美父親，永遠按照大眾想象生活。但現實係，人唔可能同時滿足所有角色。一個人可以係一個好父親，但未必係一個好丈夫；可以係一個好兒子，但未必代表人生所有選擇都符合別人期待。成年人最大嘅困難就係每一個選擇都會有人覺得你錯。而謝霆鋒比較特別嘅地方就係佢慢慢學識咗接受代價，選擇自己想要嘅生活就一定會失去一些東西。選擇愛情可能會面對質疑，選擇家庭責任可能會犧牲個人空間，選擇事業可能會減少陪伴時間。人生冇一個答案可以滿足所有人，所以回頭睇謝霆鋒同王菲，謝霆鋒同張柏芝，謝霆鋒同謝賢，其實都係佢人生唔同階段嘅關係，每一段都有存在嘅意義。張柏芝代表嘅可能係佢人生裏面一段家庭經歷，兩個人有過愛情，有過婚姻，更加有兩個仔，呢份連接永遠都會存在。王菲代表嘅可能係另一種精神層面嘅契合，一種唔需要太多解釋但彼此舒服嘅關係。而謝賢代表嘅就係一個男人成長過程裏面最複雜亦最深嘅父子關係，有距離，有差異，但亦有血緣同尊重。所以最後，我覺得謝霆鋒最難得嘅地方，唔係佢有幾靚仔，唔係佢有幾紅，更加唔係佢身邊有幾多傳奇人物，而係佢經歷過好多爭議之後，依然可以繼續做好自己。你可以唔中意佢，可以唔欣賞佢嘅選擇，但你不得不承認，謝霆鋒呢條路行得並唔容易。有一個10幾歲出道嘅少年，變成今日嘅謝霆鋒，中間經歷過掌聲、批評、愛情變化、家庭變化、事業轉型，但最後佢冇選擇怨恨任何人，亦冇選擇不斷解釋過去，而係繼續向前。其實人生就係咁，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選擇，有人選擇愛情，有人選擇家庭，有人選擇自由，有人選擇責任。冇一個答案一定正確，最重要嘅係你做完選擇之後，願意承擔結果。所以睇謝霆鋒，唔應該只睇佢最後同邊個一齊，或者佢曾經失去咩，更加應該睇經歷咁多之後，佢成為咗一個點樣嘅人。最後留一個問題俾大家，如果你係謝霆鋒，面對愛情、家庭、責任3樣東西，你會點樣選擇？你會堅持自己想要嘅人生，定係會為了身邊人改變自己嘅決定？歡迎留言講下你嘅睇法。我係五仔，下次繼續同大家講娛樂圈背後嘅故事。拜拜。